嚟㗎，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智勇名區仲係佔先一個身位㗎，咁中間位置型好威風啊，外邊香港神區亦都喳喳聲上緊嚟，埋邊位置仲有華美智威，最後100米到智勇名區埋邊佔先嘅，香港神區越逼越近，中間仲有型好威風啊，靠大步靠大隻擺咗喺前面，智勇名區一放到底啊，第2名都係區啊，香港神區啊，第3名就型好威風，第4名嘅馬呢，綠色好勁同埋碧海藍天，入邊華美智威都相當接近啊。今場賽事贏開嘅再贏啦，噸位又夠大隻，好大隻呢組馬。智勇名區一放到底啊，香港神區咁啊轉彎已經開始比上嚟，衝翻個第2，型好威風都快跟住個第2位，結果跑第3，第4名要影㗎，外邊數入去，綠色好勁，中間紅黑直間3，碧海藍天，埋邊位置係華美智威。佔先嘅馬就發財先鋒喎，見到中間位置追上嚟嘅馬呢，咁啊有一支箭啦，快路亦都追緊啦，出邊有銀進啦，大外檔係盈益線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快路啊，咁啊銀進3幾個節目拍上嚟將佢過埋，外邊仲有個盈益線，接近終點銀進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快路啊，盈益線第3，一支箭呢就跑翻個第4啊。結果呢組賽事呢都揈咗出去中外檔冚啊！發力先係快路，咁但係呢個時候後發先至就係銀進，終點前將佢過埋，咁啊盈益線就跑第3，一支箭跑第4。好啦，都係出邊冚啊！銀進卒之都贏咗大長途賽事啦，就力壓隻快路贏馬。第3名都撻得好慢啊，盈益線啦。第4呢，一支箭。海明神區飛啊落得多啦，呢就和道威，最後直路啦，有紅利透出就壓咗入去噶啦，外邊沙張金剛追緊上嚟啊，沿欄上呢仲有騰龍四海啦，外邊追上嚟噶嘛，有新力啦、亮寶啦，大外檔夢幻進區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騰龍四海埋邊透出咗，外邊新力追緊上嚟啊，接近終點，騰龍四海過嚟谷草，2場都贏啊，外邊追上嚟跑第2嘅馬係新力啊，第3名呢都近啊，有紅利呢埋邊5號就唔多啦，咁但係夢幻進區呢又好似追唔切，就要影相。結果今場賽事騰龍四海轉過嚟谷草打搭再贏啊！好啦，打搭贏啊！騰龍四海第2名嘅後上新迪啊，第3名好接近啊！出邊高盤隻呢仲係勇闖高峰啊！揈出去外邊嘅馬，而勁力威利非凡，最出嗰隻係一定超嚟嘅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銀河勇士仲有少少優勢，加冠王呢依家先叫到出嚟啊！咁啊再見到外邊追深藍三友呢隻就一定超，中間勇闖高峰，外邊嘅威利非凡啊！最後100零米加冠王依然係佔先㗎，外邊追上嚟有一定超，中間勇闖高峰入邊銀河勇士贏馬嗰筆係加冠王啊！跑第2名嘅馬。一定超外邊追上嚟啊！第3有呢隻就勇闖高峰，第4名呢咁啊勝多多白衫追上嚟，過唔過到入邊嗰隻銀河勇士呢個第4名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加冠王咁啊轉啲配備啦，咁啊結果都少少掟甩咗贏噶啦，跑第2名一定超，第3咪勇闖高峰，第4名嘅馬呢勝多多追咗上嚟，係咪過咗埋邊嗰隻銀河勇士呢？恭喜晒邊啊！粉紅眼罩咧有江南勇士啦，等入邊有東方飛影啊，中檔位置追有醉風雲，外邊呢仲有爆出美麗，後啲先嗰平海之星嗰啲馬，最後200米開心5月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精算特殊第2位，外邊有江南勇士追緊，攝入邊上東方飛影夠唔夠位呢？最後100米到開心5月仲有優勢啊，外邊江南勇士上緊嚟，兩個馬中間仲有東方飛影接近終點，開心5月埋邊到唔到？外邊上嚟有江南勇士。中間夾住呢係東方飛影，睇嚟開心5月應該到啦。外邊追上嚟，江南勇士都逐步蠶食㗎，埋邊東方飛影今次呢就唔放縮住嚟跑，咁啊但係攞位唔夠如意啊。第4名嘅馬係精算特殊啊。好啦，恭喜晒啦！田泰安應該係開心5月頂到尾啊！江南勇士啊同入邊嗰隻東方飛影好近嘅，江南勇士到先啦。第4呢，落飛啊，飛格嘅精算特殊啊。健康快車外邊追嘅馬係時時歡聲啊，後啲先有觀眾之力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營造組裝咁咪佔先少少噶啦，咁啊見到埋邊呢就手到齊來啊，中間老班精神追啦，出邊大白鼻梁有增強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健康快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嘛，外邊增強大步殺上嚟啦，中間有老班精神啊，出邊依家最後健康快車接近終點增強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啊嘛，相當接近啊，外邊位置健康快車上咗嚟。藍眼罩有呢隻呢就老班精神影相爭第2，第4名係營造組裝啊！
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增強咁啊，上次休後復出啦，跑咗一場，咁啊今次係第2次跑呢，就已經贏馬啦。第2名呢，外邊追健康快車係細隻啲嘅，入邊臨尾有啲力弱，老闆精神有得影㗎。第4名係埋邊嗰隻營造組裝。好啦，夜馬就增強啊！咁2、3埋邊等緊位呢，仲有隻金風萬里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一隊鬥緊，時尚歡欣就壓住咗埋邊嘉應巨星啊！中間長龍區呢，冇咗上嚟咯。精算激流亦都中外檔衝啊，外邊追上嚟，分別有呢隻呢就勁進區啦，大外檔係紅衣醒目嚟㗎。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，外邊紅衣醒目一陣風已經上咗嚟啦，中間位置有精算激流，入邊準輝煌啊，入邊再紫荊拼搏，夜馬嗰匹係紅衣醒目啊！第2名呢就非常接近啦，睇翻外邊冚上嚟，紅衣醒目縮到喺大約2踏尾5、6度啦，轉彎揈大外檔衝。第2名就近啦，準輝煌啦，入邊紫荊拼搏啦，中間長龍區外邊仲有精算激流，亦都需要影相。好啦，去到末段啊，風雲色變啊，紅衣醒目、田泰安一係唔贏馬，一係3 win 啊，暫時。第2名啊，準輝煌呢，第3啊入邊啊紫荊拼搏，第4要影相啊，精算激流好似高掟出去大外檔係有你有我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北地烈馬佔先咗少少嘅，辣德金開始推進啊，埋邊追㗎嘛，仲有隻的愛好啊，外邊追上嚟係飛雲啦，中間仲係跑得好快啊，最後100米到北地烈馬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追上嚟又跑得好快，入邊係的愛好贏馬嗰匹係北地烈馬，跑第2名。係跑得好快啦，埋邊出就慢咗啊！的愛好啊，跑翻個第3、第4名，應該係辣得金馬。結果今場賽事北地烈馬跑翻1200啊，放到出嚟跑啦。咁啊結果就擺咗前面，咦頭2場都係前面嗰啲馬咯。跑第2名跑得好快，第3名係的愛好，第4名呢係辣得金。兩場賽事都一放而回喎，北地烈馬擺阿周俊樂一放絕塵啦。翻嚟跑鋪咧，年少多好到唔到啦，只嚟咗個幾馬位㗎啦。後邊㗎嘛，中間推進有顏色之王，外邊啊年幸運啊，響入邊呢仲有領航君子啊。最後100米到啦，顏色之王撻着咗啦，咁啊終點前話過就過啦。年少多好，臨尾有啲力弱，第3名嘅馬呢都相當接近，領航君子應該係第3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顏色之王咁啊捧埋背添啊，咁啊一路跟守住個大約第5位到啦。直路上面就將放頭嘅年少多好啊超越咗，咁啊結果就捧走呢個中國香港欖球總會杯啊！都係呢條 Q 翻嚟喎，顏色之王贏住年少多好，咁啊再下一城啦，今次捧杯夜會跑第2啦，年少多好，第3名初出嘅領航君子仲捱到第3嘅，第4入邊人和家興，中間就係隻好多利高。落望嚟㗎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呢就渾身解數啊，透出咗個零身位㗎啦，沿住外欄一路推進上嚟，有不勞而獲喎，中間升漲啦，咁啊入邊位置仲有神燦金剛啊，最後100米到渾身解數仲係佔先啊，但係不勞而獲，逐步逼近啊，最後50米啦，咁外邊位置係呢隻渾身解數，入邊係不勞而獲，咁啊今季首場嘅新馬賽事，咁啊睇下係咪外邊嗰隻渾身解數贏面高啲啦。追得好勁啊！嗰隻不勞而獲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呢，咁啊實際上都已經係俾人拋到甩晒㗎啦。星象啊褪啲，外欄位置呢就快活精神啊上啲，入邊係神燦金剛。今季嘅第一項新馬賽頭場渾身解數都係剛剛好掂線先咋，潘頓，因為不勞而獲都追得好勁啊，應該翻嚟第2啦。第3名呢，快活精神，第4名5號嘅星象。好揈咗出去喎，嗰隻加州本事啊！中間位置就咁多希立咗佢個位啦，埋邊呢仲有新力嬌噶，最後300米啦，精益大師仲有2個馬位優勢，外邊追有魅影過飛，入邊上係快樂高球，後多層嘅馬呢仲有新力嬌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埋邊精益大師就唔多啦，外邊代之而起呢就係魅影過飛啊，中間仲有快樂高球，後多層就係可靠大師同埋花歌河王，接近終點，魅影過飛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追上嚟係快樂高球啦，埋邊精益大師。咁啊，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有花果猴王同埋出邊可靠大師就相當接近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魅影過飛都跟住個第2位啦，外檔都埋到嚟啦。結果掟甩晒贏添。第2呢就快樂高球，第3名埋邊精益大師就紅眼罩嘅，中間追上嚟有花果猴王，出邊黑衫係可靠大師，影相爭第4。
結果今次排個外檔。暴風之子同埋彭越啊，等入邊嘅加力寶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劍無名仲有一個馬位都優勢啦，外邊呢，哈羅威係追緊上嚟㗎啦，佢有少少內線啊，壓入去隻聖德福嗰度，中間仲有暴風之子啦，外邊追係彭越嚟㗎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就係呢隻哈羅威，外邊暴風之子一路追緊佢，再見到外邊上㗎嘛，有飛躍成就，入邊係聖德福啊，最後100米到暴風之子追緊埋邊哈羅威，200米相當接近，第3名。有飛躍成就外邊，入邊係聖德福啊！結果今場賽事，暴風之子似乎響外邊呢一路壓住咗呢，沿途望空跑嗰隻哈羅威，外邊暴風之子入邊係哈羅威，外邊嗰隻暴風之子高盤啲啊！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外邊係嗰隻飛躍成就慢咗閘啊，入邊呢係聖德福啊！都繼續係華倉包 Q 啊！今場嘅暴風之子徐雨石今日起碼馬林中間藍眼罩咧，粉紅衫咧就係金主啊，掟出去大外檔追，有超易穩，最出係安可嚟㗎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咁啊見到包咗名區透出啊，天象龍區幾個箭步已經立上嚟過佢㗎啦。中檔位置仲有金勝名區咧，出邊超易穩啦，中間藍眼罩咧仲係隻金主啊。最後100零米，天象龍區透出，金主開始上嚟啦，出邊仲有超易穩，最後50米，天象龍區埋邊，中間係金主，出邊超易穩，無顯東有冇機會整翻場啊？呢隻天象龍區今場跟前咗嚟跑噶啦，其實終點嗰步呢，佢係岳高個頭，不過金主追上嚟，似乎未追得切。睇下終點線嗰步，天象龍區埋邊，金主粉紅衫，出邊超易穩，第4名係包裝名區。好啦，今次啲飛都係一樣好硬淨啊！上次俾人阻，天象龍區今次保中冇顯東，跑第2名係金紅眼罩搏入邊喎，有謙謙君子啊！最出嗰邊呢，仲有隻標誌多多啊！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天分高，仲有一個馬會優勢啊！見到外邊搖搖日上起勢咁追緊上嚟啊！埋邊仲有天火同心，最出係標誌多多，最後50米都搖搖日上透出，先拔頭籌，打開勝利之門啊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快樂奇兵呢。大面箍就追咗上嚟，入邊天分高，咁啊出邊仲有一隻係標誌多多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搖搖一上，咁啊都係後生嘅馬啦。咁啊結果沿住個中檔推進，啱啱到先啊！外邊追上嚟，快樂奇兵第3呢都近㗎，埋邊11號係天分高，入邊呢係標誌多多啊！頭場賽過幾兩個馬位㗎啦，後邊嘅馬見到有呢隻電子宇宙啦，外邊係有紅利啦，後多層嘅馬仲有美神來啊，出邊上緊嚟咧，仲係好精神啊！環球英雄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幸運星球拋嚟咗3個身位，贏出呢場賽事㗎啦。跑第2名嘅馬咧，好多隻咧，咁都幾接近嘅喎，有紅利有冇機會？出邊追上嚟，仲有隻手盡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幸運星球搶閘又快。擺咗喺前面呢，一放到底啊！其實都仲已經拋嚟咗3、4個馬位咁贏㗎啦。有紅利，有冇第2呢？出邊追上嚟嗰隻係手盡啊！第4名都近㗎，有全程外搭嘅好精神啦。同埋出邊超霸勝需要影相。好啦，翻嚟跑馬地一樣照贏啊！幸運星球轉咗馬房2 win 1個第3㗎啦。跑第2名有紅利，第3名整隻手盡喎。跑第4名呢，美神來。咁啊，同當仲有大利好運啊！內欄嗰邊慳咗好多位啊！藍衫紅帽仲有富裕君子啊！再攝內欄嗰邊係質素啊！外邊追嘅馬有極速之子同埋傳承者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盡優自在有少少優勢，馬有運，中間追緊上嚟啦！中檔呢，富裕君子亦都揾到位追，響佢出邊仲有大利好運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透出嚟富裕君子，大利好運呢，咁啊3幾個節目拍咗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大利好運力壓富裕君子啊！第3名嘅馬呢，馬有運，臨尾有少少力弱啊！第4名嘅馬呢，盡優自在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大利好運真係最後50米搏落去嗰下呢，就啱啱過你嗰隻富裕君子。第3名係馬有運，第4名盡優自在。頭場賽事一嚟係大熱門啊，潘頓出盡8隻哇法寶贏落去啊！啲車輪邊好硬淨，富裕君子跑過第2，馬有運係第3。見到喜勝進區啊，揈出去外邊嘅馬有德盈同埋加州星馳嗰啲啊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天天灑落出咗嚟先啊，埋邊燭光晚餐就唔多啦。良區好友亦都追緊，中檔位置有實力哥，攝埋邊上仲嘅機械騎士啊，外邊上咗少少就贏得自然啊。最後100零米啦，天天灑落仲有半個馬位嘅優勢，見到逐步追緊上嚟，實力哥終點嗰步外邊，實力哥終點前將天天灑落趕過咗。第3名
係機械騎士啊。咁啊，至於第4名嘅嘛，贏得自然機會係較為高啲啊。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天天灑落出咗頭先㗎啦。咁啊，但係都係呢隻實力哥啱啱終點前越逼越近，將佢趕過。機械騎士係第3，贏得自然跑第4。睇住潘頓諗住3 win 噶啦，但係出邊嗰隻實力哥上次跑得好嘅黃志雲今次保重，天天灑落跑過第2名啦，機械騎士跑過第3、第4名。贏得自然就硬包咗落尾嘅嘛係同心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年年有型仲係佔先嘅，蒸蒸日上拍上嚟追㗎啦。再見到外邊有假面騎士啊，原欄追有自跑得，外邊得心之餘，馬林中間仲有勁先生，最後100零米蒸蒸日上拋離咗1個身位㗎啦。外邊追上嚟㗎嘛，得心之餘中間勁先生，出邊黃龍飛將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近啊！埋邊數出嚟，蒸蒸日上得心之餘，外邊黃龍飛將，睇下邊隻馬道先啊！真係好近啊！蒸蒸日上出咗嚟㗎啦，中間得心之餘，後發先至，仲有外邊追上嚟，仲有隻黃龍飛將，好接近啊！第4名勁先生，個頭邊個啄落去大啲呢？一馬都有得贏嘅，得心之餘，但第2都好近喎。啊，好啦。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見到新二馬響內欄鬥緊中間嗰隻呢，就係朗日志強啊，中檔追至尊高超出咗嚟先啊，中檔位置仲有南區之星啊，外邊不同世界最出呢，仲有隻同樣美麗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係至尊高超啊，南區之星越逼越近㗎啦，後邊嘅馬有致敬歡呼，出邊係不同世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南區之星，終點前將埋邊嗰隻至尊高超趕過咗。第3名嘅馬呢，咁啊有紫荊歡呼，第4名外邊係不同世界啊！結果呢隻南區之星咁啊都係好犀利啦，之前已經孭重磅贏啦，縱使今場勝班一樣能夠征服3班啊！至尊高超跑第2，第3呢就係嗰隻紫荊歡呼，第4名係不同世界。尾入直路紫色眼罩63聖神威，睇翻前面嘅話啦，年年勝利仲有少少嘅優勢，欣樂人生追咗上嚟，中間上仲木火同名，中間每日仲有5福星，外邊萬事靚，最出嚟3代同心，最後100零米，外邊3代同心冚咗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話，中間萬事靚，入邊5福星，第4名。應該係追上嚟嗰隻聖神威機會較為高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3代同心都真係喺外邊冚而贏咗呢場賽事啊！萬事靚唔快閘嘅喎，咁啊追上嚟都跑第2，5福星第3，聖神威跑第4。結果頭場賽事係飛到馬到啊！咁啊綠燈得手啦，呢匹10號馬嘅3代同心巴道10。冠就恨時大道後呢就閃亮路喎，最後直路啦，滿心星依然有1個馬位優勢，風起雲湧就開始追㗎啦。再見到中檔位置，天天得落綠色衫上緊嚟，最出有綠色好勁都勁啊！最後50米到，滿心星佔先，天天得落第1隻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隻綠色好勁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，天天得落到先，外邊追上嚟㗎嘛，綠色好勁都追得好勁啊！第3名滿心星，第4名呢係君自成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天天得落啱啱走啦先，外邊綠色好勁呢，其實終點嗰步呢壓落去㗎啦，咁啊但係都係第2、第3啊放頭嗰隻滿心星，第4名君自成。雖然打達報名，但今晚贏咗先啦，天天。安泰掟出去外邊追係滿歡笑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美麗邂逅第2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！咁見到內欄傳上嚟喎，大眾福星啊，中間有粉紅眼罩嘅哈羅威，外邊啊川河稅區，最出嗰邊仲有隻滿歡笑啊！最後100零米內欄打咗上嚟係大眾福星啊，中間美麗邂逅，外邊啊哈羅威，最後50米到原欄傳上嚟，大眾福星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噏上噏落啊！邊美麗邂逅，出邊哈羅威，咁啊睇下邊隻第2嘅機會高啦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係銀亮奔騰啊！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大眾福星，咁啊經過莫雷拉摸咗一場呢，今場嘅發揮更加得心應手啊！原欄傳上嚟，咁啊打開嚟香港嘅勝利之門，亦都獲得個特別獎金150萬。上次都莫雷拉跑啦，今次咁啱佢又嚟到又跑呢隻，終於幫呢匹馬打開勝利之門啦！咁啊灰馬嘅大中。